有心事嘅時候，大家會做啲咩？打機、飲酒、搵人傾偈？嗱，呢啲聽落都好正常啊。但係身為老師，如果約女舊校生去酒店傾偈，你又點睇呢？嗱，Friends 最近又有一單，有個匿名 account 開名話藍田聖保祿中學嘅男教師 WhatsApp 約佢去酒店房，仲話想傾心事喎。呢個事主見阿 Sir 言之鑿鑿，又話自己係正人君子，只係想傾偈，冇其他意思㗎。加上阿 Sir 教咗佢4年，仲要係佢班主任，所以就應約去咗酒店。點知去到酒店，呢個阿 Sir 就要求佢發生超友誼關係，唔係啩？咁都去？呢個 post 咧一出之後，有好多網友都唔同反應啊！有網友就好快估到事主所講嘅阿 Sir 到底係邊個啦，仲有好多線索㗎，又話教中國文學，又話老婆係副校，亦都有好多網民幫手度計仔。但係亦都有討論區問啊，其實事主係咪畢業生嚟㗎？仲覺得佢有啲前言不對後語，亦都有網民比較冷靜，話未有更多證據，唔可以咁快判死一個人嘅。仲有人問啊，呢間學校係咪有魔咒㗎？嗱，呢個 post 主呢，佢最後亦都有更新，話校方已經聯絡咗佢，不過未正式傾，亦都話已經聯絡咗風雨蘭。有消息就話校方已經即時成立咗危機處理小組，仲即時同教育局匯報，而教育局亦都表示會高度關注事件。同時表示啊，若果教師被證實違反專業操守或者違法，會按事件嘅性質同埋嚴重程度採取行動啊。嗱，事件呢仲未告一段落㗎，我哋 Tetline 呢亦都會繼續為你跟進事件。Tetline 踢進香港熱話新聞，請多多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Tetline 各社交平台，支持 Tetline 繼續營運。